兄弟姊妹，大家搞啥？合作咱安尼唱歌唱到尽，感觉安怎？我们教会有很棒的有很棒的可以带敬拜赞美的人，有很棒的可以诗情，有很棒的可以参与在敬拜赞美当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3年啊，我回去台湾这期间，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这3年的时间到底做了什么？这3年的时间是让人家看到某某人很厉害吗？我想那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可是真正的目的是在这3年当中，有没有能够带出一个能够同心敬拜的群众？这一点才重要，这才是最重要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服事，都只是一颗小螺丝，不应该有任何人说某一个人弹琴弹得最好，某一个人带歌带得最好，某一个人做事能够做得最好，不应该。但是所让人家看到的是，这个教会到底在这3年当中成长了多少，服侍了多少，前进了多少，并且心有认识上帝有多少，这点较重要。今仔日咱要来读一段经节足简单的圣经，圣经经节很短，但是它的意思却非常的深远。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21章。民数记21章。民数记里对，新约还是旧约？旧约。旧约，它是摩西5经里面的第4章，好，第4卷。摩西5经是创世、利、民、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好，这5本书，这个叫做摩西5经。摩西5经到现在还是犹太教的主要经典，好，主要的经典，创出、利、民、申。我们要读的民数记在这摩西5经就是旧约最前面的第4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然后民数记、生命记。民数记21章第几节？第10到第11节。好，那个我们用我们自己圣经的版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你念的可能跟旁边的人不太一样，不过没有关系。第10节、第11节，第10节预备来，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琳，在摩押对面的旷野，向日出的方向。再来一遍哦，第10节预备来，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琳，在摩押对面的旷野，向日出的方向。这个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节。来，读出什么上帝的话语没有？你有读出什么物件？互你看到什么话？上帝有讲啥无？有感动啥话无？较困难啦吼，这几句话吼，它只是在叙述一个事件，他们从哪边开始？他们要起行就对啦，要起行就对啦。然后因安营伫对阿伯，安营伫阿伯，阿伯了咧，以耶亚巴琳。以耶亚巴琳的意思其实是它这个是希伯来文，它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以耶的亚巴琳，干他安尼尔，它只是描述一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看然后它描述说这个以耶亚巴琳在什么对面的旷野？摩押对面的旷野。其实以耶亚巴琳的意思就是这句话。
好，它在那个对面的框里，然后向什么样的方向？日出。啊，这个向着日出的方向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向着日出的方向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光明，因为我们会看到光从东方、从日出的地方出来。我觉得这是象征一个希望，啊，象征是一个还有的盼望。好，我们来，太亮了哈。好，这个不要紧，那看无我用解说哈。这个遮有一个人，一个人吼，伊派一骹迄落箱啊，敢有看？像送货的，像送货的，他全身都是红色的，然后他背了一个红色的框框，迄是迄个近在中国很流行的什么滴滴外送，滴滴外卖，美国外卖，然后那个所以这是伊呢，你看这几套的啦，几套的，然后左边这边有很多，因遮咧滑手机的唔是永远无代志，伫遐咧滑手机。伊是坐伫因的乌托邦顶悬，因的乌托邦拢有即个卡箱咧送货，咧送货。进中国就有一个兴起的行业，就是这种滴滴外卖。然后以前那是10年前，人拢要去，少年人拢要去对工作，要去富士康，生产线富士康。结果现在人家不去富士康了，人家说去富士康太辛苦了，因为他虽然赚很多钱，伊钱有赚到，但是伊是开13点钟、16点钟，包括加班去赚落来。然后，迄个郑州我想要有机会，想要来遐看。迄个郭台铭伊足厉害，伊的富士康去到遐伊等于造一个城因为他的员工一下子就是30万，30万大概以台湾的行政区域来讲。差不多一个凤山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一个公司在那边，他造就多少工作机会？30万的工作机会，这30万人在那边，他要有商店，要有商家，要有银行，然后要有娱乐，要有吃饭。一个他假崩这30万人要吃饭，他等于是一个城市的人在吃饭伊的食材伊嘛是算懂的啦，规栋。这些工作对当地造成很多的很好的那种经济的那种繁荣，然后让很多人有饭吃然后他们的生活也改善了，这的确是对当地一个很大的贡献。可是，咱嘛知影富士康伫迄个所在我听过之前有几摆跳楼无？那些事件都不单纯，但是我也不是要在这边跟人家讨论他为什么跳楼。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就是说这些年轻人现在没有要去工厂、公司上班，因走去做啥？滴滴外卖，这个人数之多我去到南京有一点我感觉真惊讶。当然不是每一条道路都这样，可是有的地方重要道路，他们的人行道多亲像咱这间教学才看，人行道人行道这么宽。所以你行起来足舒服行伫迄个人行道，莫想讲你行伫人行道就足安全无一定因为人行道拢啥物人咧行，拢滴滴外卖咧走他们的车子而且几乎很常这样大部分都逆向。咱会当想象我们台湾30年前、20年前，然后伫街路行迄个人行道拢乌多摆脚踏车咧骑对无？进台湾嘛就有规矩这拢是需要时间去教育、去训练，然后伫遐学习甲进步。这不是一个点，绝对不是一个停下来的点。我在那边看到说，我看到一下迄个滴滴外卖，安尼送货才对我头前冲过来，咱就足直觉嘛，人冲过来就爱闪嘛，对无？你若是加拿大走路你看手机过马路拢不要紧，无人敢来弄。你遐去看卖遐弄的你拢毋知影送甲你弄的。但是无想到讲你咧过马路，我徛伫遮人一只滴滴外卖安尼徛过来我全闪。伊徛过了，后壁搁一只，后壁搁一只，后壁搁一只，连续6只。
哇，咱啊，就是对，嘿，就是这乌多摆。啊，你若甲伊叫回吼，叫讲吼，我要迄个鸭肉粉丝汤1份，然后那个蟹黄小笼包1份，啊你伫手机仔试试的，伊就去帮你买，啊伊帮你送，你毋免出来。咱加拿大嘛有啊，加拿大的若是华人的叫做饭团，哦饭团，啊若是迄个，你毋捌听过吗？饭团？饭团哎，有啊。这里的手机哈，我们的手机，你如果有那个饭团的那个 app， 然后你按下去，你可以找到他卖吃的。他其实不是在卖吃的，他是在送货的。但是你可以在他的那个 app 上面看到很多他合作的那种商家，啊，你也当去来买，啊，佮有打折。哦，无比你去遐食较贵哦，哦，迄真正是真方便。然后你若是要食西餐呢，西餐呢有啥物货 ？Keep in dish， 敢是叫？ Skip dish。哦 ，skip dish， 好 ，skip dish， 这个都是 app 手机 app 的名称。然后那个你在那个手机 app 上面去按，然后给它住址，它就会把东西送过来，你唔免家己出去买。啊，所以我一直想讲，其实对咱来讲吼，这是真方便的。咱伫温哥华吼，嘛是会当学习安尼。你若无方便出去买食的吼，手机啊试的，人物件就甲你送到。会晓用的请举手。不需要，没有出去，不要出去。好，不用说不需要。没有，现在需要了。想让 Lisa 她要这样用。小孩子啊。还有小孩子，所以她不方便带出去，所以伊拢用手机啊、机器的叫来。今仔日咱坐伫遮的人，都还不需要，因为你都可以出来。可是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已经很需要，只不过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他们很需要。所以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到底在信仰当中，上帝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咱伫旧年捌伫迄个实盘团契捌用迄个手机吼，有的人无法度上网，咱都安妮塔是一寡较年轻的咱底下帮助他上网，然后再来，也许我们就可以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学了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出去吃，那很好。但是万一嘞，今仔日拄好心情无好，无想要出去嘞，咱加个食物件，咱会当用。这对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滴滴外卖，它就是这样来形成的。所以你也当伫网络顶管看到足侪迄个外卖小哥，这个人叫做外卖小哥，这拢中国的名词啦。这个外卖小哥又帅又厉害，他外卖不只是给你外卖那个食物而已哦，那个很离谱哦。卖讲离谱啦，时代在改变啦。你知道他外卖叫你来干什么？叫这个外卖小哥，他叫你来干什么？叫你来陪他吃饭。很好笑哦，他外卖叫你来陪他吃饭，然后他外卖叫你来干嘛？叫你来当他一日的男朋友，或者是一日的女朋友。听得懂意思吗？它原本这个外卖，它基本上的内涵就是服务。你敢有煮物件？没有。但是伊甲你送，所以伊卖的是啥 ？service。我甲你买，我摕去送去到你遐。这是温哥华最成熟的产业哦。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而我现在照这个相，只是因为我之前听到很多在中国有这种滴滴外卖，然后我现在亲眼看见，过去曾经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这滴滴外卖，所以讲某个方面去到那边我也是在朝圣，朝什么圣呢？朝我在电脑里面所看到的一切，去到那边证实，真正是安尼。这个滴滴外卖，我刚刚讲到它除了那个服务以外，它主要的就是说它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去满足你的要求。
所以包括一日男友、一日女友，啊，还有迄个啥，电动拍袂过关的吼，叫你来斗拍，就难想象哦。敢唔知影我咧讲啥？就是打电动玩具啊，打到卡关啊。有一个关哦，在那边卡了很久，然后打了很久哦，就是过不了关的啦。所以你看，你知道这个滴滴外卖的这个滴滴小哥有多厉害？进去哦，破牌讲啊，你拍呢，无怪你袂过关，来我给你倒三角，拍牌就过关啦，然后他的服务就完成。所以你就给他点，负面的叫做差评，啊好的叫啥？我说袂记啊，所以来讲啊，你给我点好评啊，哦，5颗星就对了啦，哦，我的服务很好，5颗星啊。所以下一次人家如果要再叫的话，就会叫那个5颗星的嘛，对不？咱是不是安尼？哦，要叫就是要叫服务好的啊，公司服务态度好的啊，能力足强的啊。所以这个滴滴外卖哦，伊会当做到安尼啊。这吼，左边这个照片，它其实只是一小角。我现在这个方向看过来，它只是因为那时候要下雨了，所以这三个吼，一个所在降好啊。所在降好啊，伊迄个屋檐下，所以伊袂压到雨。但是如果我站在这边，我照相的位置转过来的话，这边是一个大广场，这边有20几台的这种车子。他们比较累，就是要开始下雨了，所以伊迄20几台车子差不多爱安怎？爱避雨啊，爱刷啊。这几个吼是已经坐伫遐等啊，物件刷好啊，所以伊就坐伫遐。你莫看伊是咧滑手机咧佚佗哦，毋是哦，伊咧做生意哦。伊咧做生意哦。一进就是看到讲吼，谁提出要求要做什么，然后他决定要不要接单，我要不要接这个单。看到这吼，我就想着讲，其实我读大学伫台北的时候，我嘛捌做过这。我骑一只乌多摆吼，就试过共送过。比如迄阵无遐先进，无用手机，所以我乃敲电话转去公司。阮身躯有一个 BB 扣，这公司若要找人叫人送货，伊就敲 BB 扣。我若有闲，我要接单，我就去找公共电话，然后打电话回公司，然后跟他问说，你要我去的住址在哪里？你要我送的东西在哪里？你取货地点在哪里？然后送货地点在哪里？比如讲，迄个淑玲姐吼，伊有一项迄落打卤好的牛肉，足好食的。伊吼卤好了，伊要甲迄个雅玲姐分享，甲迄个兰长乐分享，所以伊就敲电话公司，过去的方式。进公司吼，就敲我的 BB 扣，我就接到即个电话讲，找到伊的住址，然后去因兜摕迄块牛肉。然后我阁有迄个雅玲姐的住址，所以我全对因兜，骑乌多摆送货去到雅玲姐遐。若予伊了吼，我这笔交易就完成。我读大学的时，我这样做一次，在台北，我这样做一次，伫市区内底我赚60块，一件赚60块，所以10件赚多少？600块。20件呢？1200。如果我认真做，那一天我认真做的话，做个20件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得扣掉我的油钱，我给你油钱嘛。只不过时代进步，的方式是手机都没打电话公司也不打电话给你，反正你都在手机上面看到你这里有一个 case， 然后要从哪里送到哪里。我迄阵做这个时吼，接上欢喜的 case 就是对迄落台北市要送物件，互因祖囝。这妈妈吼住伫台北市，迄个祖囝住伫淡水。所以这阵迄阵的淡水是已经台北县现在的新北市，所以已经跨区了。然后距离又远，又是急件，急件就是2个钟头要送到。送什么物件？送一卡电锅啦，小锅子送一卡电锅送过遐。迄件我会当敲定400块。因祖囝若有才调出去买一卡新的吼，因妈妈唔免这样麻烦。这个不是在卖产品，这是在什么？服务。
所以因祖囝欠啥，因妈妈款好，我全对遐客物件送过。哦，当然我也捌送过电锅，也捌送过批，哦，那个信件啊，那个公司之间的信件啊，他们就是要亲送，然后我就伫迄个中间吼安尼卡啊个走。我一件上大件的就是对市内去到淡水，啊一件400块。啊淡水我搁熟，因为我住树林，所以遐我本来就是我佚佗的所在啊，我足熟，所以我就安尼送。啊一件400块，甲平常时一件60块，迄就差济个啊。所以我若会当送迄种外县市的吼，我一工只要送一个4件吼，我就会当收摊回家了。等近开始的这种滴滴外卖还是这种服务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原来20年前其实我已经做过。可是时代在进步，时代在改变，非常的快，非常的不一样。过去所学的经验，一直到现在，只有部分人用，概念是一样的，可是做法不一样。以前我们是用 BB 扣，咱应该都有过 BB 扣吧？哦 ，BB 扣以前哦那个，我唔知影英文叫啥好 ，pager，哦，迄个阮迄阵学生的时候用 BB 扣的已经足了不起啊吼，啊考的就是要考啥？要考食饭的啊，要考佚佗的啦，一直到今仔日，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一个生财的工具。这种行业对人类的社会造成很大的改变跟进步，它方便了人，所以不要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有一天我们会用到。当时代在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跟进步就是让我们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生活。它只会让我们更便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抗拒这种改变。哦，咱会当讲啊，你甲我服务迄啊，迄个物件就比食的物件本身搁较济啊。但是咱伫遮去餐厅食饭，敢毋是安尼？咱爱来偌济税？食一顿啊，100块，税金偌济？啊，毋是7%吗？啊，7%啦，税金啦，政府的税金啦。食饭5%。哦，食饭5%，但是你爱纳偌济服务费？10几%对无？绝对毋是10%嘛，超过。是安怎人甲你收遐悬的服务费？迄绝对毋是，其实毋是干那甲你，互你点菜，互你叫菜尔。我想不止这样，而是你可以按照你所需要的去改变菜单上面的做法。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这样。所以当你越了解，你越知道的时候，你越能够在餐厅享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改变。迄个服务费会当遮悬，伊的意思毋是干那讲，伊甲你摕刀叉，甲你摕碗，甲你摕这，甲你倒水，绝对毋是干那安尼。伊会当甲你摕遮悬的服务费，是因为伊会当伫你的菜单顶悬做改变，这才是最主要能够得到服务费的地方。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章，咱来搁一摆来看。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又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里，在摩押对面的旷野，向日出的方向。为什么要一路安营？为什么需要一路安营？因为讲白一点，一次走不到。对出埃及去到要入迦南，以色列人行偌久？40年。咱去啥物所在爱行40年？环游世界一个嘛免40年。以前有一出电影叫做《环游世界几天》，80天，对无？迄个是旧的时代哦，迄是坐船吼，迄个坐骑马也是安怎吼，用行的环游世界也只不过80天而已。一个西乃旷野到底有偌大？爱互以色列人伫迄个中间行40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敢知影？这个事件背后真正的意义是安怎遮细的西乃旷野会当互人行40年？你是安怎行的？啊，要安怎细？迄所在足细呢？
迄所在就无台湾一块大呢，迄才一点仔尔呢。啊，要安怎会当行40年？现在的问题不是你如何走到目的地呢？现在问题是你如何在那什么小的地方能够逛了40年还没有到呢？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通常读圣经，读在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认为说，上帝的带领以色列人40年有同样的方向，然后往前进，对不对？哦，咱讲的是安尼嘛，上帝保守40年的带路嘛。变成就是咱讲那剪除全掉剪居组全掉底下，对。啊，那个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需要停下来扎营？要经过那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对，每一个停下来的点，都是一个成长的要件。那个停下来的点，就是为了解决至少一个问题。每一个停下来的地方，都是为了解决生命中的问题。所以停下来的点越多，表示解决的东西越多。走的时间越长，我们只看说以色列从那个埃及走到迦南地，走了40年。那40年当中走的路其实不是重点，因真正无行完啦。因的重点是啥？因的重点是伫这40年的内底，以色列百姓因改变啥？他们的改变。为落来变成自由人。对，因为因出来埃及的时，因是啥货？努力。可是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需要变成什么？要变成上帝的百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王是谁？法老。但是因要入迦南地时，因爱知影因的上帝是甚么人？耶和华上帝。这才是今仔日出埃及入迦南，出埃及行旷野入迦南一个上界重要的问题。咱做伙来看以色列百姓到底是行啥物路？咱看会到，迄个以色列因对这个所在出来，它这边刚好有1到18。第1就是这个歌山附近，这个是当初时约瑟去迄个埃及的时，迄个埃及王将，埃及上好的地、上肥的地，就是这个歌山，这个歌山转赏属于，互因伫遐生养众多。打去的时可能40个，迄个400年后变几个？去的是74个啊，去的是40个，这圣经读了有头，大细。约瑟伫埃及生啦，遐个囡仔啦，所以讲74个，然后到最后一站是18，最后一站拍一座城叫做亚里哥城。这是有一点特别哦。他们的最后一站第18站就是打耶利哥城哦。可是耶利哥城是当时候迦南最大最强、城墙最厚的那个城哦，所以伊是一摆直接拍，上简单的也是上困难的，上困难。因入迄个亚里哥城是拍迄个上困难的，所以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拍亚里哥城吗？所以第18章的时，摩西已经无伫个。以威权的象征。伊敢若看尔。上帝甲摆创伊迄个约书亚带入约书亚行到你死来，你读约书亚一个章。其实当即个18点的时是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去拍即个亚里哥城。约书亚足有信心吗？无啦，其实无，伊足惊，伊非常惊，而且他当了领袖，接的第一个挑战就已经超过他能力所及。咱敢会记
当因要出迄落要出埃及进前，约书亚伊是12个探子里面的其中一个。哦，当迄时会派去做探子的，就是年轻少年有人嘛，暗时免困，啊，佫会当你是做工暗时免困，哦，上用的。但是伊是靠血气的哦，约书亚他是靠血气、靠力量的哦。但是等到第18的时候，上帝派给他的任务，既然是要他带领，在40年以后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打那个耶利哥城。你毋是最后小战吗？好，我今仔日爱你去战。结果去战的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敢遐简单呢？伊也要战啊，谁去谁？所以迄就是重点。因敢有举刀举枪去相战？没有。他们用什么方式？绕城啊，一日1圈，然后第2日2圈，一直射到城门倒落来。伊爱护上帝爱护约书亚知影。做领袖带百姓的人是你，但是做王甲掌权的是我耶和华上帝。我想伫即个过程中间有真侪物件通学习，咱过会伫即个例如内底来来回回看。第18点到底是咧听啥货？第一个对歌山出来，歌山出来吼，这就是因开始的所在。因为有18个吼，这若一项讲了啊吼，这可能要讲到明仔载啊。无遐侪时间，要有做一个表。第一点哈，这个第一点就是这个第一点，所以他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结束为奴的日子。哦，因离开迄个所在开始，表示讲因无搁做奴隶啊。但是因的主人是啥？因伫地面上的领袖，讲起来亲像是摩西啦。因信仰的上帝是啥物人？耶和华上帝，讲是安尼讲啦，但是因的心敢有安尼？因无。然后对第2个开始吼，第2个对即个诗歌开始哦。即个地图的事件记载伫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咱今仔日读的嘛是民数记。民数记33章将遮所有物件拢写出来，然后就有学者伫即个中间做地图。所以第2点开始，因是用日时啥物货？分条、米时、回条，伊无离开百姓的面前。意思就是讲，上帝要互百姓看见讲，我伫头前用分条、回条替你带路，是安怎是用分条？收热，除去分条看会到以外，分条互遮的百姓有食早的所在。暝时的火条咧，照光，佫有温暖，佫有温暖。伊毋是敢若互你看到尔吼，伊爱你滚活伊，迄个魂甲迄个火滚活水。所以你才会当食会到迄个日头。你才会当伫暗时滚活来得到温暖，这是第2个，第2个伫遮。第3个咧，第3个事件是啥？过红海，所以因是对遮过红海，这个所在过红海，你敢有感觉足奇怪？过红海这个动作是必要的吗？若是你要叫你做路线规划，你敢会安尼办？不会啊，我这边歌山直接过来就好了啊！而且最近的路在哪里？歌山要去到迄个嘉南比遮哦。行海边啊。行海边行过就到了嘛。无这种训练不好。你照等你来。百姓现中是啥？讲人行迄煞就照等。嘿。所以叫人来对到遮。所以因经着一条全世界上歹行的路。一个讲法，嘿是。伊讲因为摩西是查甫拢。行毋着路伊。是因。目头伊嘛坏嘛。这大家听有无？哎，对，意思就是讲行毋着路吼，即个查甫咧做头的安那。
无成就行唔着路啦。除非规款主义啦，头咧咧，就是甲行落就对啦，反正行唔对，就是我甲你讲对啦吼。其实伊要去的所在是对面。这样向左啊。叫你相认不像。伊要去的所在是东边啊，结果伊对面行，南边啦。即落若是迄个会美姐安尼讲哦，我就会想着讲伊咧讲啥啦。这是是水的关系，这边有淡水啊，你那边有水水啊。安尼讲吼，讲对啊对，讲毋对啊毋对，因为吼，咱继续看吼，因伫即个所在地有边有水啊。第四哦，伫马拉，马拉的水袂啉一啦，伊是苦的，所以啊，通过摩西交法互苦水变做甜，这伫对伫第四哦，第四伫遮呢。所以你讲为着水吗？老实讲，可能不是。还有这边哦，这是红海，这是进咧烧钱的所在嘛。咱咧船就伫下底遮叫，伊个中游啦，中游的迄个船，有一个迄个底游的船，无去用拍吗？就是下底遮啊。所以这个荷姆兹海峡这个地方是现在大概是最战乱的地方嘛。你船运油的船游对这边这是沙烏地阿拉伯嘛，这是埃及啦。阿拉伯伫这边遮，然后伊遮就是拢咧烧钱，控制那种世界经济原有的一个重点嘛。所以伊伫这个所在遮嘛是海，这个嘛是海，这个嘛是海。所以你讲为着水吗？老实讲，不完全是啊。但是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走这个路线，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带领。至于上帝的目的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伊伫这个所在咱看到分条火条咧刷嘛，所以这是以色列人行的路吗？唔是啊，唔是。上帝啦。这摩西行的吗？唔是啦。唔是啦。这个有对边后壁爱迄个对边唔甘愿，所以逼到我大就是安尼，我落就上帝安尼就互你开。对。迄毋是原意，搁要为遐着。对，无毋对。佫趣味的就是伊即个过红海是伫第三即个比哈西路是伫即个所在比哈西路所以表示讲因已经行来到即个所在，对边是对来到即个所在。因若是行即个平的所在过咧，对边绝对就会到。就会到。你若无经过红海遐拢啊死。对。今仔日是安怎爱有经过红海即个动作？就是爱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来学习。你行到头前无路啊！你剩一项通挖去。耶和华上帝，真做你的上帝。你若详细甲看迄个圣经十伫迄个部分我们这到11:30，对不对？对。上迄个部分伊足趣味伊真迄个红海是众人要过红海啊，然后水开吗？水开所以行过吗？毋是红海的水当时开，你的骹踏落水的时，你爱敢踏，你爱有信心讲，你爱有心内承认讲，上帝啊，我逐项拢无啊，我拢要放互你啊。你甲我讲叫我对遮行，我安怎看都无成啊。红海是海呢。头前涌的后壁，阁有老弱妇孺，阁一堆羊仔，一堆衫货，要带迄群人讲要过红海，敢遐简单的？我想这对摩西来讲嘛是一个信用的挑战。今仔日你要安怎带这群人，要行上帝爱你行的路？因为对摩西来讲，伊看到的敢若啥？红海，但是当因骹踏落迄时阵。海开始开，遮个人经过，遮个人经过了是一回事咱来看，咱来知影咱若读红海即个事件，咱拢读一半尔。咱拢讲骹踏落水开，然后因过红海。但是重点是啥物？重点是遮个人过红海了，
将所有一切的追兵剿灭，脏，这才是重点。伫咱的性命中间，咱有教。当咱头前已经拄着红海啊，我毋知你性命的红海是啥货，有可能亲像咱昨讲的，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界限，我们前面的界限就是那个红海啊，我们过不去啊。跨越，但是怎么跨越，兄弟啊，我就软食呢。我要哪跨越？你今仔若叫我负责我一个人，我 OK 呢。你若叫我负责我一个家庭，我可能勉强呢。兄弟啊，你要哪叫我负责一间教会啊？你内底人遮济啊，每一个人背景无共，想法无共，讲法无共，做法无共，含卖完的物件嘛无共。我是要哪应付啦？这全个时代拢是上帝来亲自甲摩西讲的。阿妹，迄毋是随便讲伊要行，迄是神者上帝本身咧甲你甲摩西讲的，你爱做甚动作做。毋免惊，哎，毋免惊。上帝。所以咱每一个人，约书亚第一章，毋免惊。咱的生命拢有一个界限，每一个人拢共款。牧师也共款，长老也共款，会友信徒含囡仔拢共款。迄个界限伫遐，但是咱敢有法度去突破？我毋知影你今仔日看到啥，我毋知影你今仔日伫咱三工的中间你看到啥？我为着今仔日咱伫遮唱歌，好，我足感谢上帝。想讲3年前来的时候，还无知呢。你知影我咧讲啥？我毋是，咱毋是干那咱会着咱伫遮唱歌敬拜而已尔咧。今仔日这3年的中间是爱有看到咱真侪人伫服侍中间成长起。啊，有人会当服侍，有人会当分队，有人会当弹琴，有人会当唱歌。顶悬甲下底平平拢足重要，毋是顶悬的重要尔呢，含下底嘛重要呢。这拢足重要。无回去就无牧师，你敢知？对。他们无回友就无牧师呢，无回友就免牧师啊，这个牧师在创啥？所以因对这个所在第三个，咱看到因经过第一摆突破因生命的界限，就是迄个红海。迄个红海，毋是互因行过尔，上界主要的是通过上帝的手消灭因对后壁来的追兵。所以这个红海过了，因甲埃及拢无任何关联。但是免欢喜，头前还佫有。哦，我来第四个，哦，迄、个红海过了吼，第四个头拄有讲到，因拄着的问题是啥？水苦袂啉尽，吼，水苦袂啉尽。啊，所以啊，因有遮个百姓敢有看到上帝带路，啊，通过摩西的手来得到一摆大胜利，因有看到，但是看到了游玩安怎？嘛是歹玩呐，哦，嘛是歹玩呐。哇，这水是免哪啉啦，这遮歹食着免哪啉啊。所以上帝伫即个中间，搁一摆互以色列百姓来看去，什么人掌权，什么人做王，什么人是以色列百姓因的上帝。所以伊互水变做面，然后第5项吼，即个所在，伊搁一摆节名，12个月水泉安名。啊，即个名咱足侪人爱用吼，以林，也有人用即个人叫号做囡仔的人名吼，陈以林、林以林吼，这我拢熟悉吼。啊，迄个台北有一间以林书房，哦，以林书房，拢就爱用即个意思是啥？意思水，泉水，足侪的水。假使即个水出来是喜乐，哇！你互侪人拢得到喜乐。假使即窟水，伊会当互人来得到。润喉，哇！足侪人会当得到迄个所在真好的润喉，所以咱可能来遮吼，大部分拢泡咖啡啊，泡咖啡夹袂出来。啊，你若是啉茶吼，迄个水有重要。哦，非常重要。你好水歹水吼，定水，一所在水的味无共款。拢无啥共款。啊，然后迄个水吼，地叶足重要。
但是水啊影响也足大啦。哦，共款一个好的地叶用无共的水泡出来的味哦，无共款。但是毋是每一个人拢啉会出来。哦，有时啊，咱来足伫迄个足微细的中间去体会伊的无共伫对。所以即个所在宜林，然后过来咧，无水了过买完啥？第六项来到即个所在。哦，圣经读起来吼，拢足近的啦，亲像昨卖完无水，今仔日卖完无食的吼。其实你若用地图、用时间来看，这是已经佫行过足大段，所以啊，毋通干那讲以色列百姓干那样卖完，袂使安尼讲。因的卖完毋是一工两工起来，因的卖完是可能已经行几个月咯。遮拢总较18点尔，伊行偌久啊？40冬呢，40冬你来分一个所在，平均爱超过2冬呢。所以2冬较埋怨一项物件，感谢主啊！以色列百姓无亲像咱想的遮歹。今仔日以色列百姓也是犹太人，亲像咱讲的遮歹。咱今仔日所看犹太国，所看以色列国，看到犹太人，绝对毋是咱今仔所看到。咱有一个想法咯，今仔日即个以色列国也是犹太人，因伫即个世间是我的见证哦，他们是活化石哦。他们是2000年之前，圣经就已经开始在记载，一直到今天还让你眼睁睁看到说这些人真的存在。这些人若真正遮尔罕慢，若真正遮尔歹、遮尔弱，较有可能伫2000年后，互咱看到。今仔日得到诺贝尔奖内底有偌济人是犹太人1/3的。今仔日一个以色列国一个目镜尔。伊会当拍周围所有的国家呢，哦，6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伊一个国家拍10几国啊，哦，伊有一摆战争，甲即个埃及上好笑啊，到今仔搁咧拍，伊迄阵1945年啊，迄个甲埃及伫遐咧要相战的时，啊，最好笑的就是迄落埃及甲以色列呛声嘛，讲吼我要甲你拍安尼啊，所以吼我要用偌济飞机要甲你拍赎罪日，啊结果啊伊经啥物事咧？伊经迄个以色列爱伫遐斋戒守节的时候，哦，斋戒守节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好像要过安息日啊，哦，所以安息日当时拜5暗嘛，到拜6，所以迄段时间，因知影讲以色列伫迄段时间袂战争啦，所以因拍算要伫迄段时间去拍以色列即款的意思。结果咧，以色列的做法是啥？我要守诫命，要守安息日，我要过节进前，我先去甲你拍。哦，倒兵，哦，以色列倒兵，所以埃及的飞机，哦，埃及要甲以色列宣战，结果伊还袂宣战，广播顶管哦，打开始咧呛声的时啊，以色列已经派飞机过去拍埃及的迄个机场啊，所有6个机场拢总炸了。埃及阁毋知。埃及搁伫收音机顶管在甲以色列宣战，结果无想到讲，当因宣战了的时，因飞机要起飞，才发现讲因的机场拢安怎，拢炸了，无一台飞机会当起飞，所以以色列才去守迄个赎罪日，那个节啦，才去守节，因为做法是安尼呢。所以今仔日咱看到讲哦，啊，这以色列百姓够罕慢的，啊，行到一个埋完一个，行到红海埋完红海，行到迄个第3个只哦，马拉啊嫌水苦，啊，行到迄个寻的旷野，伫遐咧埋完讲无别人食，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民族非常的强悍，以至于他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才抱怨的。甲咱所想的，逐工在抱怨无共款，但是亲爱的阿姐，咱嘛爱会记一咯。咱敢是一个常常埋怨的人？我才讲白落，毋是，咱毋是常常埋怨的人。偶尔啦。但是吼，有时咱真正为着一项物件吞忍足久，咱真正吞忍到挡袂了啊！上帝啊，你哪会不爱将我背后一支刺揢起来？上帝啊，我已经吞忍几啊年啊呢，我才疼几啊年啊呢，
我心内疼几啊年啊呢？我为着即个物件已经付出足侪代价啊呢。亲爱兄弟，我要伫遮甲咱大家讲，咱每一个人伫咱的信用内底，拢已经足认真地持守咱的信用。但是持守到一个程度，咱会忝无？忝啊！因为当咱敢若用理性伫持守信用的时啊，咱拢有一个极限，咱有咱人的极限。啊，一直到当时，咱才有法度放手倚靠上帝。一直，谁哪会看破？你看不啊？为什么放下？因为我真的拿不起来。亲爱的兄弟，上帝在磨练咱，不是趁咱有亏咱的时阵。上帝在磨练咱，是互咱已经愿意为着我家己所着行、所着做的，付出代价一世人到最后。上帝啊，我为着这个已经坚持30年、40年，我无力啊！毋是我愿意放弃呢，是因为我已经站袂起来啦。但是当咱站袂起来时，请咱毋通伫迄个中间放弃。站袂起来物件爱交互啥？交互上帝。上帝啊，我爱当拿伫遮，请你替我拍。我毋知影咱敢会记即，我捌伫讲道内底讲着雅各。即个雅各当初时用足侪聪明，雅各是足聪明的人哦。啊，伊骗着大囝的福分对无？啊，伊佫为着迄个足侪物件，后来要离家出走哦。伊走的是几岁？伊离开厝，要去迄个因丈人遐，要去带迄两个迄落姊妹仔的时，伊离开，伊几岁？伊30岁、40岁，少年家吗？伊毋是啊，伊70岁啊！伊离开伊的厝，离开伊的爸母，离开的是已經70歲啊！伊较要開始伊人生的路走。然後伊轉來是伊毋是伫伊落看到天開有無？伫北極里看到天開，所以伊甲上帝講：上帝啊，你若互我吼出去。迄毋是轉來，迄是要去的時。要去的时，我正在咧讲要去的时，要出去的时，你若互我吼，平安去，平安轉來。平安去，平安轉來吼，我着要认你，也我上帝做我的上帝。伊伫厝里已经70年啊呢，伊无认也我上帝做伊的上帝呢。伊共款咧敬拜，共款咧服侍，共款咧献祭呢。但是伊的心内无认也我上帝做伊的上帝，一直到当时，伊趁足济要轉來。上帝甲伊提醒，雅各，迄阵你要出去的时吼，你有答应我哦，讲我若伫你人生的中间，甲你保守遮的物件哦，你要认我做你的上帝哦。上帝佫甲雅各提醒呢，上帝佫甲雅各提醒呢，提醒了雅各，较伫迄个中间安怎？献祭感谢上帝。亲爱的兄弟，请问你几岁？咱对上帝以及咱人生的旅程打开始。啊，若我咧，我要搁早的啦，我要搁早的啦，我到今要搁咧看啊，上帝啊！是真诶啊假诶？我还搁伫遮咧看诶呢，我还搁伫遮哦，还搁咧凭我家己诶血气，凭我家己诶气力，凭我家己手还搁有力，还搁咧做，还搁咧迄落呢。但是上帝爱咱认伊做上帝是伫啥物时阵？伫咱手已经无力，你不得不放手诶时，咱有认耶和华上帝做咱诶上帝。讲遮久啊！较讲到第6點，後壁佫有12點。然後，伫第7，伊甲阿瑪力人爭戰，即出去到曠野，開始要相拍。你行過人的路，人都要你過。啊，佮吼，啥阿瑪力人要去拍以色列，伊驚以色列受強，他怕你太強，
所以要在你有一个根据地之前，先把你拍掉。这拢是咱拢会当详细看，但是咱今仔日无要详细看。一直到第八，西乃山办10届，这啥物所在？第八伫遮呢，已经行遮远啊呢。其实因办10届是我无去查，吼，即个时间若要查，爱真正需要时间，需要资料。你看吼，因对即个所在行来到西乃山，然后即个事件到遮，这已经行偌久啊？这有可能行几多年啊？我无去查，后摆吼，我若搁有时间，搁转来即个主题，我会搁去研究每一个时间点，甲找出来啊。我想差不多10年啦。4年之间。伊开始第一摆迄赶倒转来，约书亚代志赶倒转来的是，迄个时阵才讲，我无要互你入去，遐个排员的拢要死到即个矿业，等啊才拢死了，才要入去。迄个时阵较久，即个时间较短。这段较短啦，这段较短。这个较短，啊，即摆赶倒转来，是后壁遮，这段较长，对。但是这段吼，讲短是用40年的时间来比哦。毋是40年啦，迄差不多2年啊3年。有可能，有可能。迄个赶倒来，迄个吼，迄就长啊，迄就变。这边就长。啊，伊是即个所在。对迄个，等于入约书亚12月探验了吼，就讲恁转去，恁若约书亚探是遮哦。约书亚因去探是遮哦。嘿，第一个。12哦。12的空。你看吼，窥探迦南地，百姓发怨言。哦，咱以前读圣经拢感觉讲，敢若一出埃及，伊就去窥探迦南地，其实无哦。伊已经行来到遮哦，啊，伊离迦南地足近哦。即个较时间短，啊，即摆看倒来，迄个时间较长。对，所以伊毋是对埃及出来，伊就派人去迦南地，毋是哦。无。苏尔的旷野，对呀。加底斯啊，伊到加底斯的旷野，才派了12个探子。那12个探子里面包括约书亚，他去到这个迦南的所在去看，对，较加烈吼。迄是即个所在哦，所以伊已经开始行要了啊咧。啊，行到即个所在，你毋敢入 ，OK。因为百姓埋怨。毋是啦。已经行到门口啊，派探子去看几日。探子去看几日，来回拢总几日，40日尔。伊是对遮哦，百姓已经行到遮，得要入去哦，结果百姓埋怨，埋怨了哦，你这段路已经行遮远啊哦，行到得要到哦，百姓埋怨的结果是啥？继续说，因为无要互因直接入，所以头拄仔雅玲姐咧讲吼，讲要互恁遮出来对伊拢死了才要入。迄是伫即个12点以后较有诶事件，毋是埃及一出来就安尼讲哦，毋是，迄埃及出来已经行遮远啊。对。阮南大省是叫大家拢入。对。因为伊遮咧行诶是讲鞋仔拢袂歹，迄落衫拢袂破。对。安尼敢听有意思？一开始对埃及出来时，并无讲吼，要逐个迄落对埃及出来死了，较有要入去哦，无哦。迄是伫即个所在哦，已经行要到啊，到门口啊，结果百姓搁咧埋怨，然后讲吼，归去转来好啊。迄落来先，若无死了，对，钱吼到这个成熟的时，若无夹开，袂当脱迄个钱。对，对。咱若搁转来遮吼，第8点西乃山，即个所在才颁定了10诫哦。迄个10诫颁定，我想迄差不多1年外。可能2年以来，可能，但是我无去查吼，因为迄需要做些时间去查。然后第8点吼，你看哦，伊颁布10诫，了后，甲迄个摩西讲爱做长房，即个长房的意思是啥？会幕，用咱即个话来讲，就是礼拜堂。只不过因迄个礼拜堂吼，拢爱搬，所以因迄阵开始有约柜嘛，开始做约柜，然后甲迄个即个10条界，放伫迄个约柜的内底，约柜放伫地。
放伫一个帐篷内底，所以就是一个哦，先颁布十诫，十诫颁布之后，爱有所在放10条诫，总不能摩西一直手抱的吧？哦，所以因做迄个开始有约柜，约柜吼，行的是用光的，放的是咧，一般的人袂当亲近去迄个所在，所以开始做即个帐篷，即个帐篷伊就是界限，它一个界限，上帝圣人俗，圣俗要有分别。可是这个帐篷，这个帐幕，它也会成为一个阻碍，阻碍人跟神之间的障碍。所以当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断气的那一刹那，在圣殿里面的那个那幔布一体裂开，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阻碍圣俗之间、上帝跟人之间的阻碍去除了，因为已经有主耶稣为我们担了这个罪。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面对上帝？因为我们有罪。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了，所以那个布幔已经不需要，那个布全离开。但是伫这个所在，就是因为人有罪，所以伊要做一个帐篷，互迄个中间有分别。帐幕做好了，到第10开始有70个长老甲团长协助管理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伫遐开始有组织。哦，咱来看哦，伊伫到遮哦，你看伊行到遮哦，这安尼行来有远无？这迄落，若有车队要出去带即个路，绝对用的是的啊。你的目的地伫东边啊，结果你行的路是对倒去？对南边。你即摆拢有公路啊？塞车就会塞啊。所以咱真哦，行来到遮，哦，即个第10已经要了后，过第11，行过即个摩押的旷野，咱来看即个第11摩押的曠野吼，即个所在，哦，即个行过摩押的旷野，其实伊简单的意思就是，伊经过别人的门口，哦，经过别人的门口，伫迄个地区吼，迄个地区。埃及人伫迄个以色列人伫行的时候，足侪所在拢有人住，没有一个民族欢迎以色列人来，包括迦南。哦，迦南你有以色列人来讲，即个土地讲上帝讲要互你的，就互你哦，阮全家拢住伫遮呢。哦，所以那又另外一件事情哦。哦，所以即个爱过到11。然后11了就足精彩，去到12，吼，咱来看12。12就是去到迄个所在住，然后因派12个探子去看迄个迦南，伫迄个所在，百姓全看讲，哇对啦，福德足大啦，水果足好食啦，咱做伙来遮吼，食这3顿有好食无？有。食了有欢喜无？有哦，食了足饱足欢喜吼。因迄阵就是行去到遐，然后发现讲吼，毋是干那物件好、物件水尔，因所看的是啥物？哦，迄人足大。人足大，迄是免仔烧者，免仔整的尔。迄个所在，迄个物件才好，但是毋是我的啊。上帝，你讲你迄个物件要赏赐我，我着无法度啊，我要哪客啊？我要哪得到迄个物件？百姓发怨言，毋是无道理啦。所以毋通干那想讲哦，讲以色列百姓就是一路在埋怨，其实毋是。即个民族足无简单，因是伫因人生、民族、国族所行过的路，互咱伫遮来看到因转入的是面。即本圣经足趣味哦，即本圣经吼，伊毋是干那记载讲大地王偌强偌勇偌真壮，毋是哦。圣经内底咧写大地王所犯的罪是无减哦，规本圣经拢安尼哦，所以圣经毋是一本圣册，甲咱讲哦，你着爱诚做遮尔完美，毋是。圣经在甲咱讲啥？在甲咱讲吼，着算讲你犯罪亲像大卫，着算讲你埋怨亲像以色列人，
你犹原要伫上帝面前得到救恩。这才是即本圣经咧讲的。啊，咱若伫即个中间吼，来感觉家己的埋怨比以色列人较少的，请举手。咱的埋怨无伊济，请举手。哪会无人敢举？你着爱举手啊！啊，比较济，无啦。圣经内底吼，圣经内底写讲以色列人咧埋怨吼，迄是真正足济啦。啊，咱若咧埋怨吼，你若无讲出来，拢无算，反正我无听的。我讲嘛是埋怨，无讲出来嘛是。但是是安那，咱即本圣经是要写以色列人有遮济埋怨，因为伊要甲咱讲，就算讲有遮尔济埋怨，就算讲有遮尔济犯罪亲像代表，咱犹原要伫上帝面前得到救恩，这才是重点。啊，你若袂埋怨吼，你毋是人啊，你着直接去天顶就好啊。今仔日就是因为咱还阁会埋怨，因为咱是人，咱有软弱，所以咱需要伫教会中间互相伫体贴的中间，将咱的兄弟三敬三听，因为咱知影咱彼此的软弱。今仔日来到教会，毋是要将你上好的一面刻来安尼尔。哪会当安尼上好？但是今仔日咱伫教会内底嘛是看见，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有软弱，无法度逐时拢完美，所以咱伫即个中间用听，互相包容，互相接纳。教会无要孤专任何人，但是教会有可能会互一寡人感觉讲。哇！你遐个人拢足追求，但是我安怎，所以我毋敢去，这有可能。伫即个中间，就需要咱兄弟大家互相勉励，甲遐个人，甲咱彼此互相来勉励。12，伊即个所在，伊就去看迦南地，然后发怨言，然后13、14，这拢是足特别的吼，因为这拢咧相似。13、14，这拢咧相似吼，这个历史吼，其实足精彩啊，足刺激。啊，若即段要讲落来吼，我感觉这会当讲几的啦，哦，就是可能3个月哦，甚至2季6个月都有可能哦。我觉得这会是很精彩的一段啊。要讲无简单，因为伊的内容细节足侪，但是更较大的挑战是听的人。敢知影啥物意思？听的人，因为你要一个主题吼，安尼。经常连续讲落去吼，又让我们不会失去兴趣，那不容易。那个必须大家一起读。你若敢若头前的人咧讲吼，后壁的人对袂着，安尼嘛无路用。哦，所以听的人足重要。他们拄仔讲的啊，你若无会友就免牧师啊，对吧？有会友才有牧师。有会友才有牧师啊，你若无会友就免牧师啊。对啊。对啊，真正是安尼。好，啊，到12过吼，13、14小阵啊，吼，得要到啊，得要到啊，所以得要结束啊。伊是伫即个所在吼，已经经过可能超过20年。还真久。即段吼足短，即段嘛足短，即头前段甲后壁段拢无长，但是即段足长。摩西死了一两日就过去啊。哦，摩西死伫遮。哦，咱来看吼，即个13、14拢是小节，到15是尼泊山。尼泊山讲迄个律法，这以前捌稍微带到吼，但是无即个结果。咱伫即个中间吼，尼泊山，你敢若捌去？你有相片啊？公园偌大咧。嘿，你真若是有去迄个以色列的吼，遮个所在拢是旅游景点啊，你拢会当看到吼，尼泊山。啊，然后到十月，你看哦，十月约旦河边加里哥，吼，迄真悬啊！吼，你看哦，即个十月吼，十月已经是到即个所在后，吼，尼泊山伫遮就到十月吼，互伊爬起，互摩西看讲哦，这过就是免小事的，你有迄个翕相片啊嘛？哦，尼泊山遐翕相，我捌借用迄个雅玲姐，雅淑玲姐迄个相片吼。然后我嘛捌用到迄个 Amy 的相片，吼，因为我迄阵伫
伫遐讲吼，讲啊，我看到足侪，我家己捌去过，看到迄个可以看到迦南地的那个照片，可是哦，它都没有另外一面啊，就是因为它那个山，尼泊山敢若一个方向看会到加勒地尔，啊，其实哦，迄是方向对，你敢真正看会到加勒地？看袂到啦，迄伤远啦，啊我有。迄个蛋河敢若一条狗仔尔嘞。约旦河足细条，约旦河足细条。啊，所以我迄阵嘛捌借用 Amy 的照片哦，伊照片去了较侪面相哦，啊有传互我，我嘛伫讲道是捌用。所以这拢是即个所在16、啊15、16，然后到17是啥？你看哦，到17过约旦河。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以色列百姓来讲，因过2摆河，第一摆是过啥？红海，红海伊的代表是出来，所以伊过红海了，伊甲埃及佫有关系吗？无啊，已经无关系啊。但是伊伫旷野行到遮长的时间，到伫当时结束旷野的生活，即个所在，因过约旦河，过迄个约旦河，表示讲因旷野的日子已經滿，因過來的是另外一個程度，另外一個程度是啥？到28，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攻亞利哥，哇，到伫這個所在，18吼17過約旦河，18去拍亞利哥，一直到迄個所在，因才結束因佇曠野流浪的生活。伫這個中間有一個真趣味的問題。好佳哉吼，迄個淑玲姐頭拄已經先講出來吼，伊知影我要講啥，所以攏足加足儕重點，這攏是聖經讀了有識的啦。我問咱一件代志吼，家屬，以色列百姓佇出亞利哥啊，到即個出迄落埃及，到即個第3要過紅海時，家屬因若知影講，遮個老的攏無要入去，攏袂當入去迦南地，你要講閣要行。因为至少埃及有墓地，因的埋怨就是这哦，因的埋怨就是这哦，讲哦，我若倒去埃及哦，我上无我阁有3顿人食，我做奴隶袂要紧，我至少阁有3顿，然后我有我的墓地，因为迄个墓地就是伊的未来嘛，迄是伊的墓地，伊伫迄个中间，伊安尼讲。但是趣味的是，上帝敢有一开始就讲。要伫即个过程的中间，讲遮老的无要去，无哦，是一直到底到遮哦，到12是啥？12是伫迄个中间已经派探子去到迦南地，转来的时，遮的人惊着。都无日家啊，所以流血。这讲得足贴切啦，无及格，流级保守啦，所以加惊啥？加行这段遮远的路，咱伫即个中间来思考一项物件，埋怨无埋怨，埋怨就是将一个问题甲摕出来，摕出来了，你看哦，上帝敢有解决每一摆以色列百姓因的埋怨？拢有哦，大家拢解决咯。但是，一直到12即个所在，伊的埋怨真做上帝受气，这结果完全无同。因为即个埋怨，因是要转去到过去所出来的所在，因伫迄个中间否定上帝伫即段路顶缘对因的带领甲引带，因否定上帝伫即个中间真做因的王，真做因的主。所以，遮个人无阁有机会。咱伫生活顶悬会当埋怨，但是咱袂使否定上帝对咱过去的引带甲带领。咱会当讲咱生活对无够，对伫疼，对安怎？但是咱毋通伫无认上帝中间犯罪，直到咱无法度入去到迦南迄块地。毋是上帝无爱互因入去，是因无爱入去。是因无爱入去，所以问题是出伫佗，出伫因家己内底的心，他们拒绝上帝。
调伫迄个钱内底。对。咱就好好讲，较早因的新业，啊，甲上帝拢咧挡，啊，拢经过咧做啊，啊，食伊阁毋信。都无成长。哦，对。啊，佫讲到即摆人较要信，即摆人看到连，你若无出迄钱，袂当我嘛无出迄，哦对，啊，所以即个福音要歹传，就是讲爱看，哦，要有信心人，跟着信心，安尼，到互家咧甲约束啊处，对。对毋对？啊，即摆就佫讲着，即摆的人无看到的人，较早的遐人都毋相信，看到拢毋信啊，佫何况即摆人，即摆人就是讲有诶经历，种上帝我当知。啊，当迄好时啊，无咱来创啥创啊？哦，我有诶佫惊赢，啊惊赢，上帝佫收回，哦，对毋对？就是亲像讲有诶，叫你买到货啊，啊你嘛毋敢买，对。啊，迄就是信就惊死啊！哦，啊有诶讲啊无咱有诶用即个台哦，来买咱无买什物台湾人来，买大家啦，买什物袂使，你看台湾人来遮毋敢买啥拢无。对，逐项拢无。咱无迄落是惊，就亲像一个，啊上帝互你看着信心啊，啊看教会咧奉献啊，啊买你时啊毋敢做，啊无啊上帝甲收得得。是恁家己抹的。你无啊？对。我抹的，我要互你恁。啊，就是这何况即摆人。我抹的，恁若是丢啦。啊，即摆人都无爱看着，都无，都连听都无听着啊！较早人都伊都唔相信啦，较早人伊相信。阮交情教会吼，交情教会伫大概2013年的时吼，啊，迄阵教会就是，阮教会无大间啦，阮教会礼拜堂就无即间遮大间的，但是阮坐较甜啊。阮礼拜堂无大间坐较甜啊，阮迄阵吼，捌做礼拜70个人，啊，70个人有，你最后的10个人爱伫外口做礼拜，爱门口啊，去外口坐啊，无位啊，坐较无位呢。啊，然后伫迄个时阵吼，捌有机会拄好伫阮教会的隔壁条街有嘛无隔壁条街，伫阮教会巷仔口，阮教会伫巷仔内底哦，叫阮教会巷仔口迄大路啊，有2块地咧卖。啊，迄阵吼，拄好迄个高雄的地价算俗，啊。看看的吼，就讲啊，迄2块地加起来爱，反正我真无啥会记偌济啊，千几万吧。啊，阮教会300万，嘿，啊，然后当迄个消息出来时吼，足侪教会寿山中会，足侪教会牧师，啊，教会长老拢讲，真死，伊拢安尼叫我，因为我算足年轻的啦，伊拢讲，真死，恁教会若要买吼，阮教会先100万先借，无利息的，敢若安尼斗的吼，就500万啊，啊，阮教会搁偌济？300万哦，啥物货代志拢还袂做，阮已经会当有现金300万啊！有去买饭嘛？啊，若有去买，我就袂伫遮啦。已经得要一半。对啊。啊，我即摆转去吼，我实在是足想，我敢若有放相片，等下敢若会当看到。我实在足想阮的会友，我足少念阮个。我敢若看一个尔，其他我毋敢看。系啊，毋敢看，毋是因为。我足念旧的，系啊。我无定外教会呢，我足念旧的呢。啊，遐我去看迄个会友吼，是因为阮离开来到遮，伊的先生转感情过身。啊，我足想要，我当伊要参加伊的告别式，但是遮佫无法度走安尼吼。啊，所以我即摆转去是我去甲看。啊，本来我要去招成礼拜后来想想，我哪毋敢去。毋敢去是毋是因为甲因结冤是毋敢去，毋是咧意思。毋敢去是因为有太侪笑料，所以毋敢去。啊，我嘛毋敢互因知影讲我转去安尼。但是伫迄个中间吼，上帝拢有美好的旨意啦。啊，迄阵其实吼，教会现金有诶已经，迄买地嘛2000几万尔，啊，已经有800万诶。啊，无去哦。无啊，结果地嘛还搁伫遐，啊，阮教会只剩无几个人。
阮到月年轻的，啊，甲迄当时的迄个，阮的技师吼，年轻上介臃肿的技师，拢总离开啊，几乎都离开了，然后剩下的，好，我穿这个大围你也笑，这个笑人怎么样？我知影老了，你都袂当真咯。所以对着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讲哦，其实毋是上帝责罚因啦，是因为上帝恩典放伫伊的面前，因无要领受，因愿意甘愿转去到因出来的所在，为着要找因的目的。真正就讲伊啊，迄个遮无问题，你是想讲？因咧找目的呢？因讲埃迄个所在吼去啊，无因的目的，所以因若转去埃及，因知影因的目的对。亲爱兄弟，咱爱伫即个中间来得到即款的信用顶悬的反省。咱毋通转去咱旧的所在咧找咱的目的。你讲哪？阮遮大家拢要来天公。哎，我嘛袂啊。咱伫即个中间哦，有真侪物件，检采咱无法度一个行到，还是看见着上帝互咱的恩典，真正伫咱的目睭皮前，伫咱的手中。但是咱若有迄种的信心甲愿望，才有法度突破迄个生命的界限。昨我为着即个画面，我足感动。来，咱看有，你看到啥？这阮即组的啦，阮即组长伫遮啦，成绩无介好啦，但是吼，无迄毋是阮成绩无好，迄是迄边迄组迄啥物对信用啊，西瓜啦，西瓜伤强啦，后迄个拢总4啊，最后才3跟2嘛，对无？我看迄是两元的啦，无迄后通迄个头前拢总满分啦，后摆吼分组迄较细一个，迄梦遐强的拢去做伙安尼，遮厉害着。即个画面你看到啥？这是阮即组的啦吼，咱会记一个，昨咱即组伫遮吼，啊然后迄落即3个小朋友啊，即3个转走去对无？转无去嘛，转走去啊，啊走去咱转掠咧讲哇，啊咱遮的少年的小朋友转无去，这咱的强棒嘛，啊因走去倒？伊毋是走去佚佗哦。因为小莲菇的尿片吼，足重啦，啊需要换啦，啊妈妈唔知伫堆啦，小朋友带小莲菇去，啊搁找锁匙，啊妈妈在找锁匙，妈妈的锁匙无去啊啦，嘿，啊妈妈伫迄个草地伫遐咧找锁匙，啊听讲迄个红丢了伫遐帮伊斗找吼。我开始伊甲我，安尼加六蕊目睭，加六蕊目睭来找啦。伊真有信心讲无问题，啊，但是我无信心。这个死啊！这无去吼，人吵电脑。先进啊，先进讲无这伫草外口的草地，啊，餐厅外面，啊，迄个Lisa家己伫遐咧找锁匙啊，啊，后来转撞着因散步的吼，两个转斗找转找。我无信心，因为吼，我伫厝里找物件，我找袂着。对伫我的草地嘛无看。这我会当做证，我定听回咪这咧讲。啊！我既然伫面前都找无个人，要去找，安怎死啊？啊，就是吼，头壳歪咧嘛，我去啊！甲你用词啊共款，我去，我这惊我这累，应该装上，我去啊！我去啊！所以Lisa伫遐咧找锁匙，然后因祖囝伫遮尿珠啊，搁重需要换，所以阮即组的小朋友就带因去找妈妈要换尿珠啊。结果因一走吼，阮几个小可较大汉的吼，就发现讲我惨啊，
啊，即声吼，阮要安怎甲人争啊？人咧西瓜迄边安尼接强接用着吼，阮的主力全走去啊，阮要安怎啦？但是后来吼，因转来，你有发现即个画面无？你看到啥？即个啥？拿米嘛，即个米珍、真阿文，哦，因即个咧弄迄个球嘛，对无？练习的时啊，因这囡仔落球哦，扣袂着入去，扣袂着入去，我到真哦，一条拢落下来。结果啊，这啥？小爸爸，永聪兄，啊对啦，有人咧甲我问啊，问讲哦，是安那我翕相翕着永聪兄拢伊咧天饭。讲是安那，我逐摆翕的相拢是伊咧天饭，伊咧食饭。我讲我真正毋是故意的，我毋是雕工的啦，我嘛毋知影是安那样咧。哎，哦，这永聪兄，啊，这个啥？三姑啊。三姑啊，伫迄个篮球场，讲看囡仔伫遐咧耍篮球啦，啊看讲以前嘛足够拍球，啊看迄囡仔甲会安那现哦，含迄个篮板就扣袂着啦，所以伊就想讲，敢有遐含慢的，摕起来家己落，嘛刻袂着，嘛是面包。但是来到遮吼，我甲伊讲啊，乒乓球较细粒啦，因扣袂着入去。哦，阮迄阵伫遮吼，咧耍即个游戏的时啊。你敢知影我看到啥？我看到老的甲少年的合作无间。啊，再搁一个，手真济啦，手真济啦，嘿啦，再搁一个。你只机会啊？无机会啊！你会发现，伫一个教会内底吼，袂使无囡仔，无囡仔就无希望。但是一个教会内底吼，嘛袂使无有老大人，拢袂使，一定爱大家做伙。你讲少年的目睭偌好啊，伊找一部，若是迄老的，迄老的吼，听讲佫伫厝里上无路用的，拢看袂到的，来到遮斗找着锁匙。那是我吹的，啊，袂上吹着。啊，上帝稳歹定。买一个。所以有时啊吼，包括咧耍落即个球啦，你莫想讲吼，迄练习的是囡仔落足侪了入面的，后壁吼，迄落入的是三句仔呢。今仔日上帝若要用你吼，伊才无管你是8岁还是80岁。今仔日上帝若要用你吼，咱就是戆戆甲讲好，上帝我愿意。今仔日上帝若要用咱吼，就是咧对咱讲。你有价值，你伫我的面前有价值。人安怎看你是一回事啦。你伫我的面前有价值，我要用你啦。伫一个教会内底，咱就是爱有即种的心态，咱才有法度突破咱生命的界限。今仔日我无想要互即个外口的环境来影响我，因为我所信靠的是耶和华上帝。当初是伊带以色列百姓要过红海就过红海，无水的所在要出水。最苦的所在要变做甜，要烧战因无输过，因就算讲去到看迄个迦南地派探子出去的时，上帝啊，请你互我做迄个第11个甲第12个，就是约书亚甲迦勒。无论你互我伫面前看到啥物物件，我有愿意咧惊吓，我有愿意咧感觉讲这我做袂到，但是咱爱甲咱家己讲。今仔日做的是上帝，咱所用的功课是啥？咱是顺服，咱是顺服伫上帝，毋是咱咧做工。你我都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有一个功课是咱一定爱学的是，咱拢白白愿意顺服伫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掌权、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律例，咱敢会当顺服呀？上帝若要用咱哦。感谢主，尽力去做。上帝若要成就啥物代志吼，不是我们说了就算。
今仔日咱只不过伫上帝面前讲，上帝啊，假使你若有荣耀伫即个所在，求你互我参与伫你的荣耀内底，互我甲你的国有份。大人囡仔做伙耍，你无感觉迄是一个足好足水的画面吗？看到遮带歌的，毋是讲啥物人教，我感觉这是一种的进步。我感觉今仔日大琴的大了，我有够感动的啊！我感觉足侪物件伫迄三档的中间，上帝在互咱成长，只不过因为咱顺服。咱会当得到，毋是因为咱外口，咱会当得到，是因为咱顺服。咱顺服伫上帝的律理，顺服伫上帝的掌管，顺服伫亲像以色列百姓在行旷野一条路。咱今仔日到底一站，咱毋知，我嘛毋知。咱拢总有几站，我嘛毋知。但是我敢若知影，上帝啊，请你互我有一个谦卑的心，顺服伫你的面前。你行到底，互我对到底。是咱在对伊，毋是咱在叫上帝要来咱教会咧创啥无？上帝啊，你对即个教会还阁有计划无？若有，请你互我参与伫你的计划内底。马克吐温哦，用一个马克吐温哦，这足奇怪啦。伊讲哦，勇气来自于抵抗恐惧，并战胜恐惧。今仔日伫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绝对不是没有恐惧，所以他是一个勇士，一个胜利者。勇气来自于抵抗恐惧而战胜恐惧，而不是来自没有恐惧。但是伫上帝面前呢，是软弱，因为人有软弱，所以才有法度伫上帝面前，通过咱的软弱来显出上帝的快乐。差不多咱看迄个以色列百姓行过18个所在，迄拢是以色列百姓软弱的所在，所以因需要停落来，因需要重新来检修。但是有一个同款的心智、同款的方向，这个心智是伫对？伫迦南地吗？甲咱讲毋是哦。同款的心智、同款的方向，毋是讲我要来去迦南地哦，毋是哦。以色列百姓，伊若是心内咧想讲，咱要来迦南地，行即种的路，伊袂接受啊。一开始我就知影迦南地伫东边，是安怎会行向南边？我若心内想讲，我要来迦南地吼，我袂对即条路啊。即个同款的心智，甲同款的方向，是建立伫对？建立伫上帝哦。上帝啊，你行去对，你带我去对。我就顺服对你去对。我明明知影迦南地伫东边，但是你今仔日带我向南边，我就顺服。顺服伫上帝，心智伫上帝，方向伫上帝。上帝啊，你既然讲你要用分条甲火条来带领我今仔日我就无想讲迦南地伫对一个方向。我干那认定讲，你的分条、你的火条，就是我要军队的心智甲方向，毋是迦南地。荣耀出现伫对？出现伫上黑暗的所在。只有伫上黑暗的所在，才会当看到上帝的阳光。上帝的能力出现伫对？出现伫软弱的人的身上。只有伫软弱的人的身上，才会看见上帝的快乐。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毋是要成就啥物大事。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是伫软弱的人的身上。所以，请问你软弱吗？上帝啊，我软弱，所以我需要我靠。上帝啊，阮的教会嘛软弱。所以，阮需要有你来做王。上帝啊，阮就是知影阮无够，所以阮只有会当一心倚靠你，去掉你。咱已经选出新的长老，意思就是讲，咱教会要有新的方向，
新的服饰。伫咱原来，咱只有3个长老，3个长老内底，互人看见，咱敢若教会家己本身，咱就已经做甲足无用。但是今仔日加2个出来，会当即个先吼收分吼，咱会加一个伫宣教甲关怀。咱原来有诶是只有即个，咱3个长老做足济伫教会服侍，也是交易诶中间，这拢是属伫礼拜。然后咱伫财务总务，咱已经将真侪人非常尽力伫即个中间咧参与。即个所在有一个无写出来是即个小会，因为小会佫有迄个书记啦，书记需要对内对外去协调，包括参加中会、参加总会活动。咱迄个顶礼拜有人去参加总会，啥物人？阿 Sir， 咱会需要有时间，互伊1点仔时间来报告，讲伊伫遐来看到啥货。咱的教会袂当脱离即个中会，袂当脱离即个总会。咱是即个中会、即个总会，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的肢体的一部分。咱爱有结合，但是咱会当有新的物件，就是宣教甲关怀。咱要开始有小组，要开始有无共的探访，咱要伫咱的团契顶悬继续去加强。因为遮的物件，才是互咱认捌上帝，诚做食上帝话语的根本。咱拢要去掉上帝的应允，但是应允伫倒？应允伫圣经内底呢。咱阁有其他的无共款的方向，要互其他无共款的人来参与，大家做伙读圣经，加添咱的信心，然后伫咱所做的物件，互咱顺服伫上帝，来看伊如何来成就即间教会顶悬所要成就的荣耀。这荣耀毋是你的，这荣耀嘛毋是我的。但是要通过咱的心肠来显明上帝的荣耀。你有愿意参与？你参与伫对一个部？昨有讲到迄个服饰表，服饰表伫遮。结果今仔日看的是服饰表已经写一半。亲爱的兄弟，咱做伙来参与好无？咱做伙用咱的性命来做见证好无？咱做伙用咱家己的软弱来显明上帝的荣耀，好无？愿咱通过每一摆咱的灵修会，咱无啥物有名的大董事，但是要通过每一摆灵修会，互咱的教会、咱的兄弟，通哪成做一个共心的团体。顶悬唱的，顶悬带的，下底唱的，下底参与的。拢见证上帝的荣耀，安尼好无？好。最后的结论，你要参与伫对一个部分。讲来讲去就是要讲了。我为着要讲迄句吼，我讲3讲的。愿上帝恩典甲咱正两三甲比的，愿上帝看重咱伫伊。教会中的参与，互咱每一个人的参与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互咱每一个参与来看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价值。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中间来看见你伫日出的所在，爱阮共一个方向。主啊，对埃及出来，日出的所在就是迦南。但是对阮每一个人来讲，阮拢有阮家己的迦南地。阮搁较恳求，当阮要去阮的迦南地时，阮毋是用阮家己的方法要行到迦南地，总是阮愿意顺服伫上帝，对伫分挑、火挑的后壁，就算讲你人来行，阮也要对你来行。恳求你使用阮中间每一个人。互阮通同心伫你圣会的时阵，互阮通伫即个中间，搁一摆向你来讲，主啊，我愿你找替我。互阮伫即个中间，大家彼此伫老的世的中间彼此服侍，每一个人拢足重要。愿阮伫你的面前的摆列，通成做你所欢喜的祭。愿你来献上祈祷感恩。
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